目前这是文旦采收期，为了疏解农村欠工，即套对生产甲销售一条龙的各种机械，不管是大型的种地、采收、保种等功能，或者是农民要来割草等小型的操作工具，拢一一呈现。希望有效引导农民用自动化来改变经营，提升产业升级。28号，农业部长陈吉仲伫市长吴伟霆以及立委陈天辉、郭国文等人陪同，嘛实地来见证政府推动新港农机的补助成效，进一步提升国内农粮产业的竞争力。农业部的所有的补助，以今天的我们的所有麻豆从生产、包装、加工的自动化、机械化为例，那农业部补助1/3。在过去，在蔡英文总统、赖清德副总统的要求底下，我们4年已经补助了70亿，而且这70亿呢，都是农民在做自动化、机械化、省工，这样的话，农民的成本可以减少。这是各路停课，而且可以大幅度的降低所谓的对外籍移工的依赖。新人港的机械化嘛，呈现伫满头农会率先全国成立第一座分类包装场顶面。上特别的是，现在电脑不止经土豆，卖当分甜度，有科学验证，唔免扒皮就知影偌甜。我看到不但是足济农业机械，还有迄个甜度检测器一贯作业吼。然后卖瓜的说瓜甜，你说我甜，我说我不，我说你不甜。但是问电脑会上清楚，电脑唔但是会经土豆，电脑佫会当测甜度，互你生产出来即个油啊稳定，大家拢免烧济，甜就是甜，12度就是12度，11度就是11度，所以这对咱的农产品啊，包括咱的文旦的销售，和建立消费者的信心有足重要。为了麻豆农会总干事嘛现场示范，会当直接控制文旦的运输车，人到倒，车的对到倒，省时省工，相当利便。这样子的一个改变哈，我们这里哈接下来的订单会很不一样。像我们今年我们就自己做了一个外销加拿大的订单，那它有一些要求是说，它看到我们是自动设备，还可以自动糖度检测，然后包括后续我们有一个冷链的系统，可以把我们的包装好的东西拿到我们冷链系统去做一个降温。那这样子它上它的货柜之后，是不是它有冷藏，才不会有反潮的现象？所以在整个品质上是提升的。所以这一套设备对我们来讲，不管是国内国际都有很大的一个帮助，所以会在竞争力上会很提升。3、2、1，请前台恭喜我们带有自动化飞机包装厂最新热潮。会当讲就是咱即马科技发达，咱会当用农民甲科技结合做伙，甲咱农业的生产会当推展的更较稳长的这个计划。那以日本的行方向吼，我去日本参观的时阵，迄一家伙仔内底吼，做事的无3个人，啊机械吼5、6台，嘿，机械5、6台，现在机械比人较济，因为竞争面积爱济啊，劳动力不足啊，就靠这机械化。所以机械化是未来咱农村转型过程内底相当关键的。推动机械化，就是解决农业欠工的重要解方。根据了解，中央对111年开始，适当拍算到底要100亿来全面推动。今日新闻，阮吉采访报道。